嗱呢排咧個 BNO 都話要回流喎，點解？因為嚟咗幾年都唔知有咩撈，有咩 career path 係咪？之前喺香港做銀行、做 RM、做金融係白領專業人士，放工去中環 happy hour 噶嘛係咪？嚟到英國要去工廠入曲奇餅，真係接受唔到咯。嗱，但係香港人幫香港人，我哋今集嘅主角咧 Antonio 之前喺香港做銀行高層嘅，咁2020年嚟英國之後咧，自己投資物業啦，啲朋友買下嘢咁啦。原來英國咧揾銀行做按揭係好麻煩噶，唔似得香港咁樣有回贈，反而咧要揾啲中介要俾錢啲 mortgage broker 去搞嘅。佢發現咧轉個手安排下幾日功夫咧，咁就收佢1500喎嚇，哇咁好好揾啫。咁唔單止喎，英國嘅 mortgage 咧係每2年、5年咧就要搞一次嘅，咁啊即係不停要俾錢人哋使嚇，咁所以咧。佢又自己考埋牌，跟住咧買埋間 broker firm 自己嚟做啊。不過老細交層嘅思維模式咧係唔同嘅，自己落手做，不如發大佢嚟搞嚇。但係原來咧佢發現咩啊？請唔到人喎，所以佢就搞咗個 course 教香港人喺英國做 mortgage broker， 考咗個牌，一個華麗轉身嚇。咁咧就係英國金融嘅專業人士啦嚇，想做 mortgage broker 又得。入銀行嗰度做 mortgage 嘅審批，穩穩陣陣打份工又得，隨時咧係高人工㗎。係你喺香港嗰一陣嘅。如果你喺香港做開金融、房地產行業，或者你有興趣投資英國房地產，或者你英國未揾到工又想做白領，咁咧你就要聽下佢哋呢個咁嘅免費講座啦。咩叫 CMA 獲取牌照點樣可以提升競爭力？行業前景如何？係咪有得做㗎？點樣攞到個牌？基本要求係乜嘢？要讀幾耐？佢哋業務咧係好廣泛嘅，其中按揭、buy to let， 無論你喺香港定英國咧，佢哋都搞得到嘅。仲有最緊要係咩啊？佢哋係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嘅持牌機構。咁就放心啦，係咪？佢啲資料同埋個 form 咧喺下邊㗎啦，大家自己睇下。